气跟不到了，人还是要去挖了，挖那个4个角落，田头田尾那个整修呢。你看，你连那个田埂，有的还用机器，机器做的那么好，平又坚固这样。夏天那个雨季了，台风季节积水而就会冲坏掉田埂。你看那电笼种了可能好几家人稻田所以要自己买那个无人机要喷洒农药。嘉义有在训练嘉义某单位有在训练，那个用无人机喷农药。